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8，旧历的7月28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政府出招要来救观光。中国为这个月开始暂停发放来台湾的自由行签证，后个月嘛要调整团体客配额。咱的交通部预估，今年下半年台湾将会减少40万的中国游客，所以交通部特别召开着应变的会议，要来推出史上上大规模的国际旅客优待的措施，譬如讲，要提供东南亚国家简便的签证；譬如讲，要来提悬着包机甲自由行的补助，嘛要来增加着无人机的新航点，通吸引着外国游客，嘛会当来中南部佚佗。上紧10月开始实施。中国游客唔来，旅业是非常惨。交通部召开应变会议，推出的当讲是史上上大规模的国际旅客优惠措施，尤其是针对消费力较强的日本、韩国。在日本方面，他们会给予第一次出国使用护照的民众给予特别优惠，甚至还会利用真奶行销，跟在地的饮料店合作推台湾观光。在韩国方面，因为电视购物非常的盛行，观光局打算要透过电视购物来到台湾的韩国自助客推旅游方案，不过业者并不看好。南向政策呢？它只有3天4天的这样的一个长度，那跟陆客的自由行有15天啊，然后团体行呢有8天哦，这样的差距呢是从2倍一直到4倍的一个差距哦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引进东南亚呢，平均2个人才能够换1个陆客，那你要到底有没有这样力道够不够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以来台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来看，日本客平均一个是6000。韩国是3500，中国却是12000块，是日韩2倍以上。要补中国游客动，恐惊爱费搁较侪力。我在针对泰国、菲律宾、俄罗斯来台推免签试办，也有包机来台优惠等等，以业者来看，都不是孤等。包机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方式，然后你只补助了10%，甚至于包机你补助30%。啊，我都觉得还有一点不够，就是免签证的问题要考虑到治安的问题。啊，你免签证你拼命开放，现在事实上从来台湾犯罪率升高的非常的高啊，然后尤其是以诈骗跟那个卖淫的哦，这两个记录都是史无前例的。外界这个观光局恐惊变成补助局，安尼全面补贴大放送，到底敢有效，也阁需要时间的考验。